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金三角。今日我哋咧大概用15分鐘左右時間咧，同你探討一下到底50歲嘅人去退休規劃咧，會唔會太遲啦？咁我知道咧，好多朋友係到咗呢個年紀先至突然間驚覺，死啦 ！MPF 得咁少錢，仔女又未出生，層樓仲要供多10幾年，退休點算好啊？放心，你唔係一個人嚟嘅。根據最新嘅統計啊，香港50歲至到64歲嘅人士入邊咧，就有超過65% 嘅人嘅 MPF 賬戶係唔足夠50萬㗎，但係同時亦都有超過70%人咧係冇準備到額外嘅退休儲蓄嘅喎。我明白大家都有佢哋嘅焦慮啦，但我想講一個更加重要嘅事實。根據我過去幫唔同嘅家庭去處理佢哋嘅財富規劃咧，其實50歲先嚟認真規劃退休嘅人咧，只要用啱方法，超過80%咧，最尾都可以做到基本嘅退休目標嘅。關鍵係在於你要今日就開始，同埋用系統化嘅方式去處理呢一啲嘅問題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哋要徹底搞清楚一個最核心嘅問題先。你究竟係要幾多錢嚟先夠你嘅退休咧？嗱，我唔係想求其俾個數字你嘅，咁不如我哋試下計一計啊，攞張紙出嚟。嗱，我俾時間你攞張紙出嚟，我哋計計啊。嗱，當你咧計劃65歲退休咧，預期壽命去到85歲啦，即係你有20年嘅生活費啊。咁呢20年，我哋計一計最基本嘅開支到底係乜嘢啊？第一，住屋。如果你已經供完層樓咧，呢部分可以 ignore 咗佢啦，唔使理噶啦。嗱，如果未供完咧，可能要每個月預多8000啦，至到1萬蚊去供樓或者係租樓住咁樣嘅。好啦，第二，伙食，當你自己煮飯為主，間中出街食，咁你都要預每個月5、6千啦，6000蚊啦，我哋當多啲啦，係咪？鬆動啲。嗱，第三，水電煤雜費，呢度我哋鬆動啲就預2000蚊左右啊。第四，醫療保險。其實香港人，你知香港地，我哋公共醫療一定係唔係靠得住㗎啦。我哋一定要有一份醫療保險嘅，呢個都係一個必要嘅開支嚟嘅。咁你去到60歲以上，咁你 around 可能每個月都要3000蚊左右啦。咁仲有就係交通啊、娛樂啊，我哋都要俾一啲開心嘅入紙自己㗎嘛。咁嗰度大概預每個月3000蚊左右。係啦，加埋埋，其實我哋最基本咧都要2萬蚊一個月嘅。呢個咧係最基本嘅開支啦。如果你話又想去下旅行啊，又要俾下錢個孫仔去享下福啊，或者應付一啲突發嘅醫療開支咧，我建議每個月可能真係要有3萬蚊一個月嘅。係啦，但係而家我哋要面對一個仲殘酷嘅問題，仲殘酷嘅部分就係通脹。嗱，假設每年最多3% 嘅通脹率啊，20年後嘅3萬蚊。等於而家係幾多咧？嗱，等我解計。嗱，你當7-2法則啊，3% 嘅通脹大概24年就會令個物價翻倍咗。即係話20年後嘅3萬蚊，即係等於而家嘅15000蚊左右嘅啫。換句話，如果你想保持同等嘅生活水平咧，到時候每個月可能講緊啦，要5萬蚊、6萬蚊先可以維持你而家想追求嘅生活水平。嗱，我知呢個數字係好嚇人嘅，但係就係因為咁，我哋而家又要即刻去行動啦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就會好遲噶啦。我哋有3樣武器，你要知道我哋有嘅。第一咧就係時間，第二咧就係複利息，第三咧就係正確嘅策略。就算你而家50歲啊，去到65歲仲有15年嘅時間，15年足夠令一個好嘅投資策略咧發揮佢嘅複利嘅效果。咁講到呢度，我都想 share 一下一啲真實嘅案例嘅。咁譬如話，我舊年幫過咁啊，叫佢做陳生啦。佢50歲嗰陣時咧，仲係得50萬嘅積蓄嘅啫。咁佢月入唔少㗎，有4萬蚊㗎。但係層樓又要供多8年。咁佢之後咧係做咗以下呢幾件事，令到佢會多翻一啲退休嘅錢嘅。第一就係重新規劃佢嘅開支，每月硬性地儲1萬蚊。咁佢就會將呢一筆儲蓄咧分為3個部分，一咧就係短期高流動性嘅，第二咧就係中期穩健嘅投資，同埋第三咧就係長期嘅增長型嘅投資。
咁仲有第三樣嘢去做咗咧，就係佢發展咗佢嘅副業啊。因為本身係做裝修嘅，咁佢就用佢嘅經驗咧，再接一啲 freelance 嘅副業嘅工程啦。咁結果到咗62歲嗰陣時咧，佢已經儲到300萬，仲要提前供完咗佢棟樓。咁啊，第二個 case 咧，我哋叫佢做李太啦咁樣。佢係一個單親媽咪嚟嘅，咁佢個情景咧係更加困難嘅。50歲嗰陣時係得20萬嘅積蓄，住緊公屋做文員，月入咧就係2萬蚊啦。咁佢就首先就係佢將佢嘅積蓄咧擺落一啲高息股度，同埋一啲債券組合啦，同埋一啲長期嘅儲蓄計劃入邊咧。咁去到65歲嗰陣時咧，佢已經累積到150萬嘅資產，咁加上少少嘅政府嘅長者福利啦，都足夠佢基本嘅生活嘅。咁第三個最勵志咧，我哋叫佢做張生啦。佢55歲就俾人炒咗 MPF 嗰陣時得30萬，因為佢冇管理。咁佢咧就將嗰啲遣散費咧就某一部分就投資咗一啲小息嘅生意啦。咁同時咧，佢就將部分嘅資金去做一啲收息嘅工具，同埋申請咗呢個逆按揭，咁樣套現咗佢自己供完嘅嗰個物業。咁去到而家60歲，咁佢個小息生意就幾穩定嘅。咁每個月被動收入大概係2萬蚊左右。咁我分享呢3個案例咧，唔係話俾你知佢哋有幾叻幾成功啊，係想話俾你知咧，就算起步遲、本金少，只要你嘅策略係啱嘅話咧，其實好有希望嘅，都仲係。咁而家我哋要進入實戰嘅部分咯。咁第一件事，即刻去檢視翻你自己嘅 MPF。好多人咧，即係齋供入去就幾十年都冇去理過自己嘅 MPF 嘅。咁又去係一啲 default 咗嘅基金度自己滾存啦，但我真係建議你係整合晒你嘅 MPF 嘅賬戶做一個管理啦。咁另外咧，可以用一啲而家政府推行緊嘅積金易平台嗰啲方面管理嘅。咁仲有咧就係根據你年齡去調整翻你嘅投資組合啦。如果你真係去到50歲呢啲年紀嘅話咧，MPF 嘅組合咧偏向保守為主會好啲嘅。另外咧就會可以考慮埋嗰一啲延期年金啦，或者係用一啲自願性嘅供款嘅 MPF 咧去享受埋個稅務優惠佢嘅。咁你又會做到更多錢，又可以準備到更多錢退休啦。咁第二件事，去到50歲，我哋一定要建立一啲多元嘅收入來源啦。我哋咧要開始由呢個主動嘅收入，主動收入即係我哋打工賺嘅錢咧，慢慢轉向一啲被動嘅收入喎。嗱，如果你可以有呢個本金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物業㗎。如果有多餘空間，可以做物業嘅租金啦。第二咧，可以靠一啲股息咧嘅收入啦，做一個現金流。第三咧就可以投資一啲小生意。第四咧就去做啲兼職或者顧問嘅工作，做一啲副業，咁可以賺取一啲現金流啦。咁另外咧，亦都可以投資喺一啲儲蓄計劃入邊，做一啲長期嘅投資去賺取現金流嘅。係啦，第三件事咧，我哋控制風險啦，就係要因為50歲後嘅投資咧就唔好太進取啦。講真，因為你已經冇機會再重新一次㗎啦。咁咧，最好就唔好放超過30% 你嘅資金喺一啲高風險嘅產品入邊。同時咧，要保持足夠嘅流動資金，咁 around 2年嘅生活費係俾你自己嘅，同埋買夠醫療保險啊。因為我哋50歲以上嘅人咧，最大嘅風險係咩啊？就係你嘅醫療使費啊。最後。我想講咧，就係退休規劃唔係淨係金錢嘅問題㗎，其實呢一個咧係心理準備嚟㗎。好多朋友咧退咗休之後反而抑鬱焦慮，因為生活冇咗重心，你忽然間好似喺個銀行度扣錢咁樣。所以我建議咧要逐步過渡，唔好話一下子退休咧就完全停晒收入，可以做一啲簡單嘅兼職啦，唔好忽然間就冇晒你嘅生活嘅收入啦。第二咧，你可以培養一啲新興趣或者社交圈。第三咧就係要同家人去溝通好，到底你而家嘅現金流啦，或者你嘅資產嘅情況係點樣。咁我哋都會建議一啲方法咧，係令到你將你嘅資產變為一筆穩定嘅現金流咧，呢啲先係退休嘅正確策略嚟嘅。咁記住啦，50歲咧只係人生下半場開始啊。咁你呢15年咧，
可以用嚟做一啲好嘅規劃咧，令你退休時間唔使擔心你嘅錢淨係可以喺銀行入邊扣，而係有一筆穩定嘅現金流咧，令到你使極都使唔晒。咁你嘅退休生活亦都可以比工作嗰陣時更加精彩啦。咁關鍵係得一個嘅啫，就係今日開始你就要行動。好，咁多謝今日大家收聽，希望大家之後咧都會識得去規劃自己嘅退休。有咩問題咧都可以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。咁記得就係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，同埋真係有需要咧留言話俾我聽，隨時約我出嚟，大家飲杯咖啡傾一傾大家嘅退休規劃。